乡亲时代好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欢迎收看《华视台语新闻杂志》。住伫个空场卡是一款什么款的心情呢？为伫个宣德关西空场，60年前陆续开采着石灰石，讲一天蹦山都爱蹦2届，附近的徛家、迄个厝拢会安尼摇安尼海，而且3不5时就有石头弹过来，使予居住的环境甲周遭的山林受到严重的危害。随着水泥的产业东移的政策，政府伫1997年来宣布，伫台湾的西部为一个石灰石的保留区，6个县市总共12区全面来停止开采。但是20多年后的今仔日，顺德关西的开发业者阁来提出着采矿的申请。这件申请案已经来进入到第2阶段环境影响的评估，采矿敢有可能重新搁再来呢？环境保育甲经济开发两难的困境，是毋是有可能会当处得平衡呢？来看华视新闻团队的调查报道。以前那时候要炸2次，那一开炸就会这样震动。一炸，那石头就小大都一直飞了，那小孩子睡觉都给它吓起来。我也是矿工之子啊，他们都会讲啊，看到自己的父亲爸爸从那个山上回来有没有哈？全身这样回来，哦，要炸山。西山路上山，沿路的山壁拢比较一顺啊一顺，这是通到矿场的产业道路。罗正宏是新德关西镇金山里的人，伊讲出在地人的要求。这整座山，它原本是从那个上面一直延伸到那后面，都是被炸掉的。我们现在这个牌子就是玉山石矿跟亚洲水泥的分界。对罗正宏脚步深入蹦山采矿半世纪的矿场，停采17年啊，矿区拢发臭啊，嫌过即马，何况议题搁伫讨论，引起这几年来伫居民心中的恐惧。现在好不容易才有一点点的支撑预备的样子，你现在又把它挖掉，又要经过几年的时间，又让它去救，而且那些土要说树那些全部弄掉的话，受灾害的就是底下的居民。这里是位在新竹关西的矿场，有好几个矿区相连。我们把高度跟视野再往上拉，透过空拍镜头可以看到，本来应该蓊郁的山林，却是一大片光秃的残壁。这些都是以前炸山采矿留下来的痕迹。远看矿场开采留落来一坎一坎的地貌，同款拢看有。本来白云缭绕的壮丽山峦，减淡薄翠绿。规个山壁看出来也会放，几粒山头中这个坑是土地伤痕，更加见证当年的采矿岁月。整个复矿行为不单纯只是山上的挖矿而已，而是种下去这个水泥窑的整体运作，然后这个产业重新复兴起来之后，他们又会回到过去70年、60年那个时代亚泥的这个感受。如果你是比如说现况下已经在经营的这个农产业，譬如说最近他们的咖啡啊、柑橘啊、红茶，然后同时也在发展观光产业。你想看观光客会喜欢到一个旁边都是砂石车的地方去玩吗？新德关西镇的矿场为1957年陆续进行采矿，为了开采石灰岩作为水泥的原料，一天蹦2摆，爆出来声音有够大声，厝拢会响，天外更加不时会飞来石头。为高空来看，3个矿区伫山头，中这地是亚洲水泥的矿场，上边是罗庆仁、罗庆江2个矿区，属于玉山石矿公司所有。离山距离400公尺外，就是玉山里的白石下社区。另外一边3公里外，这是金山里，其中树胶屋的住落上近的一户，离采矿点干那200公尺。它的声音都是很大很大的，炸山关西再出去都新竹都还听得到它炸的声音啊。这里以前是从那里裂，一直裂，这边就裂到那。来到山脚的树胶屋，今年82岁戴亚红阿公带阮参观伊的厝，壁、涂骹甲厝顶，拢是一撮一撮布鞋痕迹。
我的山也有给他搞到很败了。我那一年的收成啊，大概有10万块，给他搞到一点都没有，要怎么办？他就赔偿300包水泥啊！我拿到那，我要干什么？这个都只会进去了。以前那时候要站4，那一开价就会这样就不动。隔壁王元阮阿公厝内情形嘛同款，伫树桥屋每一户的厝差不多拢看得出来，因为崩山造成的影响。石头丢下来，房子的那个梁就给它丢断掉啊。所以后来才换这个铁皮哦。后来才放铁皮屋，以前不是用瓦的，破很大洞哎。虽然厝顶早就换做铁片，也无意愿会惊。世代拢住伫遮的区创友阿公。徛过离矿场差不多干那250公尺，一个打头就会使看到矿区。可以采啦，我想就你采没有办法啦。他来采的时候就不能住了，吃的东西也辛苦啊，什么东西就困难。再采也是提心吊胆啦，要怕它石头飞下来啦。说我们只有害没有好啦。1989年代，政府辅导水泥产业东移，伫1997年宣布台湾西部划定石灰石的保留区，来源市总共12区全面停止开采。甚到伫2013年，经济部同意新一县政府的申请，重新开放业者申请矿权。2015年，开发业者阿年甲玉山石矿提出复采，变成西部申请复矿的全台第1例。因为伫环境争议甲居民的反对下，阿年主动撤案，罗庆仁、罗庆刚2个矿区的申请，这是进入2阶段的环评，继续引起质疑的声音。亚洲水泥他们退出，这个强度就已经是减少。我们整个土地的这个取得来讲，是以罗家的土地为主，我们并不是要牺牲某部分的人，我们是讲说让冲击减少，让大地方来繁荣，这个反而是我们的想法。虽然它现在是分3个矿场，其实当地人啊，或者是熟悉这个产业的人都知道，它其实就是绑在一起。因为你矿场挖出来的石矿，如果没有水泥厂要，坦白说，它这个挖出来之后，这个资源不知道送哪边去。那附近其实很清楚，就是雅尼的新竹厂在这个地方。关西富矿区评估，关西富矿区评估，矿业修法不能停，矿业修法不能停。玉山石矿2个申请区总面积差不多是46公顷，2005月份，关西矿场复矿进行环评第3摆范围界定会议，环保团体、当地居民甲开发单位依然有真侪对立。原来我们是要在120公吨，然后工作天是300天的工作天。那么我们现在缩减，就是说工作天是240天，跟这个我们降低到96万公吨。可是开发商一开始先提一个很大量铁桶，然后最后一刻展现我的诚意。就比如说啊，我原本要污染这么多，可我突然缩减了1/3。可是其实问题是整体的那个污染量，或是整体这个地方本来没有要复矿的。我也是本身也在那边工作过了，复矿当然是说对附近居民是说比较有利啊，居民啊流动量也不会说一直往外流啊。对地方产业来讲，工作的话，年轻人的话都有比较有机会，甚至退休的要做第2个事业的话也有机会。给我老人家这个叫好过的日子，不会每天就在那里怕，又炸山了，又怎么样的？房子你丢一个洞做补偿你嘛，人命要怎么补偿？玉山里他们研究说都是矿工的后代，所以他们没有反对的理由，距离也远。可是我金山里就不一样了，距离近，反抗的声音会比较大。那一座石屎厂要说垮下来的时候，我这边跟树脚我几乎都没有人可以有办法生存。敢要复矿，在地人意见拢无同款，因过未少人更加反对，还有土石流的危机。目前矿区开发的范围是县政府认定的，土地灾害占社区，有真个所在崩山甲侵占沙围区域，冒大面积的天然林，这款的地质条件，敢会堪要大规模的开采？没有人保证说挖矿的时候就一定会导致土石流，但它会提高那个风险。就像我们现况下在做这个地质敏感区的调查，都是有土石流的潜势区，
好，浅市区可能跟它的河流的走向有关系，跟暴雨、跟这个地方的气候调查条件有关系，但跟炸山取矿一定也有可能有这个连结。所以在环评里面，我们希望能够从这个社会经济跟环境的角度来看它们之间的一个平衡点。采矿业崩山毁林，最近几年来争议甲冲突依然继续咧上演。花莲的新城山矿场本来翠绿的青山，变成真大的田坑，山林差不多被断头。宜兰的南坎山甲大白山，大片含有水源的保安林地，嘛因为矿业的开采，山林面貌遭受严重破坏，难以复原。依照矿务局的资料，现存的矿务权总共有159个矿区，加原住民保留地。崩山、侵占的雨伞、保林地等敏感的区域，停塔比例有1/5。2017年6月25，全台湾几啊千人走上凯道大声的话，要求进行矿业的改革，缩修矿业法。不过，要3年过去啊，司法却是原地踏步，拢无进展。我们的矿业法是民国19年立的法，所以其实矿业法里面有非常多 bonus。这个霸王条款就例如说，我在你的地上面开采，不用经过地主同意，然后我的矿权要去申请展延当中是原则准许，例外驳回。地主有没有同意不要紧，我只要提出申请，我就可以继续挖，因为矿权有优先的开采权。那现况下发展，譬如说谈永续啊，谈气候啊，这个脉络底下，你要把这个法令法刚刚讲这些不合理的修正，我认为叫最基本的。矿业法修法架构上其实没有变，6大主轴包括刚才所谓的开放资讯跟参与，落实原住民权益嘛，删除这些不合理条款啊，大概这6轴没有变，已经建立共识部分。那我们以这为基础，那还没有共识部分，我们目前还是积极在协调讨论啊。还是回到最后的永续发展的课题嘛，也就是说，开发者不要以为只是要赚到钱就再见了，他们一定要为环境负点责任，为这个社会的一些安定负一点责任。环保团体认为讲，关切是不是要互控是台湾西部矿业开采是不是死乎复燃的重要指标。透过空中所翕的画面，咱看到台湾的壮阔，嘛看到台湾的美丽甲哀愁。那边过度的开发解决制度问题是上界要紧的代志。而伫环境保育甲经济开发的冲突下，要怎达到平衡影响，依然是一道难解之题。